结果啊，就是上一期啊说到这个啊，唐僧师徒4个人呢，过了那个狮驼岭，对吧？智山雪海，人间炼狱啊。过了狮驼岭之后，他们师徒几个人啊，又往前走啊，又经过一个城这个进城之后啊，他们就开始感觉这个城啊，也气氛有点不大一样，然后他们就往前走啊，走。然后就看见很多家门口啊，很多人家门口有个小笼子，笼子里面装着小孩，你知道吧？小孩在笼子里面。当时这个，因为他们的笼子都拿布罩着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像有一个笼子，不知道怎么唐僧就一下看见了一个笼子，鹅笼，他们叫鹅笼啊。然后这个唐僧就问孙悟空，怎么每家每户都养鹅是吗？然后孙悟空就去看，发现这个笼子里面都是小孩，每个笼子一个小孩。然后这个唐僧就觉得很奇怪啊，他们就往前走啊，有一个驿站，他们又到驿站那个驿城啊。然后这个唐僧就问驿城，说咱们这个城鹅城吧，咱们这个国度叫什么国，叫什么名字？那驿城就说这个咱这叫比丘国吧，但是老百姓都叫它什么少子国。然后那唐僧问为什么叫少子国，这个驿城就说不能问啊，最好别问。然后说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他说我东土大唐来取经的，路过这儿要换这个通关文牒。那个驿城就说了，那你赶紧明天早上去，换完就走，别惹事啊。但是唐僧一看不对呀，对吧？就让孙悟空去看，孙悟空跑出去一看，那个笼子里面都是小孩。孙悟空就跟唐僧说啊，是吧？这唐僧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每家每户笼子搞个笼子里面放着小孩呢？然后就问这个驿城，这驿城在跟他说实话啊，说这个3年前啊，这个咱们这个国啊来了一个老道，带着个女儿的16岁，这个老道啊，然后把他女儿献给国王啊，这国王然后就跟他的女儿，然后就是那个老道就成了国丈。然后这国王就单亲后宫佳丽都不喜欢，就喜欢这个老道献的这个16岁的女儿。然后啊，现在3年过去了，这个国王现在走路扶墙啊，也气若游丝，身体不行了。然后这个老道啊说给他开了一副药，这个药能治国王的病啊，救他的命。但这个药的药引子，它这个药的药引子特别奇怪，需要这个1111个小孩的心肝啊，把它怎么样磨成粉做药引子，才能让这皇帝吃了这个老道炼的药，炼的药才能好。所以这个国王那就要求那每家每户啊把小孩送出来啊，养在那个笼子里面，然后就是明天就是第2天就要把它送到皇帝那儿，然后挖心啊掏肝。这个准备做药引子，这个唐僧一听就哭了，你知道吧？唐僧威啊，看小孩那么多小孩，然后这个猪八戒就说了，说你师傅啊，你又是对吧？闲吃萝卜淡操心啊，对吧？这人家吃这小孩没吃你的，咱们换了通关文牒就走。然后这个唐僧的哭啊，不行啊，然后孙悟空就说了，那他说我来解决。然后孙悟空啊，就这个他一下啊，跑到什么6丁6甲，什么5方4帝什么一大堆的，就是反正就是那些护教什么伽蓝，就是那个就是在那个空中啊，暗中保护他们的那些这个警卫人员啊，孙悟空把他们叫了，然后也找了好多土地，你知道吧？说跟他说了这个事，说你们把小孩专门转移到山里面去，完了之后给他们吃的，还不能让他们害怕啊！把这个情况一说，然后这些一阵黑烟吧，一阵风过来，结果家家户户那门口的小孩那个笼子就被卷走了啊，到山里面。好，孙悟空回来就跟那个唐僧说了，然后这个第2天啊。唐僧就换了一套衣服啊，袈裟去上朝，到皇帝那儿换这个通关文牒。那皇帝那个说看字儿啊，盖章都已经不行了，就是气若游丝啊，身体虚的不行。然后这个问他从哪儿来，唐僧就说了我是东土大唐取经而来。一大堆人一说，这皇帝一听是吧？那你能不能有什么办法给我治病啊？正在聊的时候啊，这个国丈来了。这个国丈很嚣张啊，一来根本就不看，上来就直接啊在大殿上一坐。然后你说那个唐僧啊。去换通关文牒的时候，孙悟空说要陪他去，唐僧说不要陪，说你长得这么丑，别把人吓到了。但是孙悟空要保护他，知道这是有问题。孙悟空说了，说这些人要吃这么多小孩的心，那肯定有可能就是妖啊。但我去看看，孙悟空就变成那个虫子扒在那个唐僧的帽子上面，跟唐僧一起到了这个大殿啊，到了皇帝那儿，所以他就看到了这一切。然后结果那个国丈啊，那个老道在那一看之后，然后就问他说这个和尚哪来的？那皇帝就跟他说，哎，这和尚是东土大唐而来的，然后西天取经一大堆的。然后那老道就说了，这个西天取经有啥意思啊？对吧？这个西天的路也难走，取那经有什么用啊？都是垃圾，你知道吧？取那经有什么用？都是垃圾。那个唐僧就跟他辩解，对吧？这个西天取经的好处，佛法的好处。后来老道就笑，然后这时候就有人来报告啊，跟皇帝报告说不好了，
说这个小孩啊都不见了，一阵风啊把小孩都刮走了，没了。然后老道就冷笑，是吧？然后那国王就说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药引子没了。那老道说不要紧，现在有更好的药引子。那皇帝问呢，什么更好的药引子？他说啊，这个取经人呢，东土大唐而来的取经人，他是最好的药引子，用他的心，他的肝，比那个1111个小孩还好。那皇帝一听啊，这个时候唐僧已经走了啊，唐僧啊已经，那国王让唐僧去什么传膳去了啊，吃饭去了，唐僧不在。这个老道说，那国王还说了，哎，那你早不说呢？早说我把他逮住，把他留在这儿吧。那老道说也不要紧，你现在就把他逮住也行，在驿站啊。这个时候孙悟空啊，他听到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没有走，他扒在那个门上面，变成一个苍蝇扒在门上，听他们说什么。这个孙悟空听见了，然后这个孙悟空赶紧回到这个驿站啊，告诉那个，这时候唐僧刚回来，那个孙悟空就说了，这个皇帝啊，马上要来人把你带走。那个唐僧说带走干啥呢？他说这个啊，用你的心呐、肝做药引子。这唐僧又吓得哭啊，又开始哭。那问怎么办呢？那人家要你去你就去啊，你不去也不行啊。唐僧说：“我这去，我心肝被人掏了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取经啊？”孙悟空说：“这样的吧，要换一下，对吧？”孙悟空变成唐僧，他把唐僧变成孙悟空，给唐僧脸上抹上泥呀，做了个面具，把唐僧一变成孙悟空的样子。然后孙悟空自己一变成唐僧，他变成师傅啊，师傅变成徒弟。好，这时候国王派的人来了啊，锦衣卫要带唐僧去。那这个孙悟空变成唐僧，就去啊。说去干什么？反正去了就知道了啊，请你。好，他一去之后，孙悟空知道，对吧？一去之后，那个国王就说了，哎呀，说我这现在有病啊，我这个治病需要你帮忙。如果你要愿意帮的话，我就给你修个庙，到时候啊，这个永享这个供奉祭祀。这个孙悟空就说，那啥事需要我帮忙？然后那皇帝说，你答不答应吧？要答应的话，我给你修个庙。那孙悟空说，不答应呢？不答应，那我们就自己来，知道吗？就自己拿。孙悟空一听，那答应吧，你给我修庙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答应。然后那个国王就说了，哎，说我这个得了个病啊，需要药引子。这药引子就是用唐僧啊，长老你的心，对吧？肝心，用他的心啊。那孙悟空就说了，那心，那你要什么心啊？他说我这心挺多的，你知道吧？心眼多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老道就说了，要你的黑心。然后孙悟空说是要黑心是吧？然后就拿刀，你知道吧？拿刀，他在那个大堂上面把自己肚子剖开了，把心掏出来，红橙黄绿青蓝紫摆了一大堆，你知道吧？说就是没有黑心，怎么办？就是没黑的。然后皇帝一看，然后哎，就是没有黑心怎么办呢？然后孙悟空把这个也塞到肚子里啊，就好了。然后说那个老道说他身上有黑心，他问那个老道，他说是不是必须要黑的心？我必须黑的心。好，结果没有黑心嘛。然后那孙悟空就说那个国战身上有黑心。我帮你取，你知道吧？结果呢，你这一看国战一看，这不就是知道这不是唐僧了嘛，对吧？俩人就打起来了。结果打着啊，那国战就跑了，国战跑一下就不见了之后，国战就跑到后宫啊，把那个就是把把他这女儿带走了，一飞不见了。然后孙悟空问，说你那个什么，你那个爱妃呢？他们就找，结果到后宫一找也没有，说被带走了。然后孙悟空就在那儿。然后这个公就说了，你那个老丈人是妖。那国王不信，怎么会是妖呢？说你那个皇后那个爱妃也是妖，那他不信啊，不信。然后说，哎，长老你帮我们去那个什么吧，帮我去捉妖，好吧？然后这个时候是那些后宫的那些女的都出来了，都拍手称快，因为那个国王自从有了那个妖之后啊，就不管那些其他的那个嫔妃了啊。好，孙悟空就回到驿站，跟那个唐僧一说，然后他就让那沙僧啊保护唐僧，自己带着猪八戒去找那个妖怪，一飞啊，然后他又把那个土地神叫出来，问土地神这附近有什么妖？哎，土地神就说了，在什么坡啊，什么柳树坡那儿有一个什么妖，也不知道哪年来的，说几年前来的啊，而且那个孙悟空问了那个国王，说你那个老丈人家在哪？什么清华洞府、清华府，北大清华，你知道吧？清华府。然后这个孙悟空就跟那个土地神说，你这附近哪有什么清华府啊？土地神说，我不知道清华府，但是这叫柳树坡那儿有个什么清华洞，这个洞啊，他说你去了之后，你再找到一个大树，有一个柳树，你在那柳树那儿转几圈，完事你喊这个芝麻开门，他的门才会开，否则你找不到门。哎，孙悟空一听，好，带猪八戒去了。快到的时候，让猪八戒在那埋伏，说孙悟空说我先进去打，他又跑出来，你在这埋伏。啊，孙悟空就绕着那树啊，芝麻开门，哎，果然突然一变，一个大门开了，石洞。孙悟空进去之后，那个里面还有个照壁，你知道吧？就挡住了，他就看见听见那个国丈那老道在那说话，说哎呀，说3年啊，马上就要成了，
结果来了这么个东土大唐的和尚孙悟空，把他们好事给搅黄了。孙悟空一听，跑一看，那个老道抱着那个女的在那聊天说话呢，在那叹气，哎呀，说功亏一篑啊。这时候孙悟空就拿起棍子就打呀，然后这个老道把那女的一扔，就拿起那个也拿着他的武器跟这个孙悟空打，人家打出去了，然后这个猪八戒也举着耙子要砍他，你知道吧？就抓他。结果这个时候啊，突然天空中也传出大圣这个饶他一命。孙悟空一听谁啊？这个一看哦，原来南极仙翁来了。南极仙翁啊，孙悟空说为啥饶他一命啊？这个南极仙翁说了那个孽畜是我的坐骑，对吧？是一只鹿，你知道吧？那孙悟空不信，你这怎么是又是你的人呢？然后那你让他变出我看看。然后那个南极仙翁一变，那个老道就变成一个鹿，就是南极仙翁的坐骑。然后这个孙悟空就问他，那你为啥？对吧？你家教不好啊，你的人没管住，下来祸害，干着伤天害理的事，要吃小孩，1111个小孩，行。然后这个南极仙翁在那笑，然后他说了我跟那个东华帝君呐，路过这个荒岛，他那个岛然后我就留他下棋。我们来这下棋的时候，一不留神，这个孽畜就偷着跑了。后来我到这找没找到，我一算，掐指一算他就在这儿，所以我就来了，知道吧？天上一天，地上3年，是不是？天上就半个小时，半个时辰下棋嘛，就下了一会儿，结果这家伙就跑了。然后那个孙悟空说不对呀，还有个妖，还有个女的。那个南极仙翁不知道那女的是谁，那个女的。然后猪八戒就去了，猪八戒举着耙子进去了。一说女的，他来劲，你知道吧？进去看到那个女的，猪八戒上去就一耙子，把这女的耙了9个洞，结果他就变成一只狐狸，你知道吧？叫玉面狐狸，又是玉面狐狸，这就是狐狸精。猪八戒就准备接着再把他要毁尸灭迹结果孙悟空给叫停了，孙悟空别，咱们把这带去给那国王看，要不然国王不相信，知道吧？然后还拉着南极仙翁说，咱们得一起去，要不然国王他害病了，他的心病好不了，你得去当场说明。南极仙翁一听，行吧，然后就带着那个狐狸去那国王那，然后带着这时候带着沙僧一起到国王。国王一看，孙悟空就告诉他，你看这就是你的国丈，人骑着呢，人骑着鹿是你的国丈这个狐狸就是你的这个爱妃。国王吓坏了，你知道吧？后来国王说，我这身体这样子好不了了，问你说这是南极仙翁嘛，对吧？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？南极仙翁就说了，我是找鹿来的我来的太急了，我没带那个仙丹，没有带。后来他想了想不过我这带了几颗枣子，几颗红枣这3颗红枣本来准备跟东华帝君下棋的时候给他泡茶用的，忘了拿出来，在那衣袖里面他就把拿出3颗枣子，拿出来给那个皇帝说，你把吃了吧，益寿延年。结果这个3个红枣那皇帝一吃马上好了红光满面，身体好了。而且那3个枣吃完之后，原著说了就是那皇帝他也不死了，长生不老，好像是这样的，就是那3个枣。然后猪八戒一看，那他说老头你给我吃吃。那个猪八戒见到那个南极仙翁，那是对吧？就是调笑的。上一次在那个武装观也是的南极仙翁去，南极仙翁不是脑袋上有个大肉球吗？所以说那个猪八戒给他起个外号叫什么？反正老说他，你知道吧？说你这个，那你这个枣这么厉害，给几个给我吃吃。南极仙翁说，哎呀，我出了门我就带了3颗，下次你要去我给你带几斤给你吃，你知道吧？整个几斤给你吃，是吧？给我个地址，我给你发过去。好，这个皇帝一吃好了，皆大欢喜，这个南极仙翁就走了然后孙悟空一通知那些什么6丁6甲一大堆的，把孩子都送回来了。那孩子送回来是每家每户那孩子这个得救了嘛，再也不用挖心掏肝，对吧？做药引子了。所以那个家长就轮流的请这个唐僧师徒4个人吃饭喝酒，对吧？要请客，就根本唐僧他们几个人根本走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在那个城待了1个多月，就是他走不动，你知道吧？你走一步，每家的都留住，不让他走，必须在家吃饭，感谢嘛1个月才离开那个城这个叫比丘国就这一期比较简短。故事比较简单，就感觉好像回到了这个以前，对吧？以前降妖伏魔也比较简单，对吧？而且这一期里面，这个老道那个鹿他也不一定打得过孙悟空，孙悟空也没打算是找人帮忙，对吧？他准备跟猪八戒2个人把这事办了，也没打算找人去，所以这一期就比较有意思这一期有意思什么？这一期要说明什么呢？实际上这一期也是佛道之争佛道之争这个东华帝君跟南极仙翁2个人，他都属道家的，对吧？南极仙翁就是道家的，他跟他自己说了，他跟那个武装观的那叫什么镇元子，好像他比他还低一辈他是道家的。那道家的为什么把自己的鹿、把自己的坐骑放出去祸害呢？这就是跟东华帝君有关系，对吧？这东华帝君到他那儿说着下棋，说白了肯定是密谋2个人密谋，对吧？去整点事，把这个鹿放下去了。这里面有个地方说不清楚就这个鹿
他到了那个比丘国，他为什么要吃1111个小孩的心呢？他图什么？然后这个鹿还说了啊，他也没他说把唐僧的肉筋挖出来做药引子，他也没说他要吃唐僧肉说长生不老，他倒是知道唐僧肉长生不老，但是他没打算吃，他准备把那唐僧的心做药引子给皇帝吃药，就比较奇怪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那南极仙翁啊，他在袖子里面3颗枣，他那个枣就能长生不老，就不是那个皇帝一吃，皇帝就长生不老了。那你说你那鹿要想长生不老，你把那枣有的是，对不对？就偷吃点。所以说你看这个鹿啊，他跑到那个下凡，对吧？他到那个比丘国，他到底图什么呢？又不是要吃唐僧，又不需要长生不老，对吧？然后他搞1100个小孩心，给他做药引子，给皇帝吃，这就是他到底要干什么？抹黑道家？不是的，我认为他说白了就是佛道之争啊，佛道之争。因为就是说比丘国跟狮驼岭，对吧？它越来离那个佛教的发源地，离佛教的权力中心是不是越来越近啊？对吧？离这个灵山大雷音寺越来越近。也就是说，在你这么近的地方，那道教去在你那整点事，对吧？小露一下身手，是不是寒碜你？因为前面那个蜘蛛精那儿，比兰婆就在狮驼岭的前一集，也是在那个，对吧？也就这样地方已经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在那附近了，离还很近。结果那个比兰婆啊，他在搞那个他的徒弟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蜈蚣，然后蜘蛛精，你知道他们在干啥吗？蜈蚣和蜘蛛精在干啥？比兰婆是佛教的人物，对不对？菩萨，他是代表旧势力的。有一次会议啊，宫廷政变，对吧？比兰婆就靠边站了，没权利了，对吧？他一开会，你看各种名单都没他了嘛，对吧？各种小组也没他的份，各种名单，对吧？各种委员会都没他。一看，对吧？就提出核心圈了，那正好他就跑到一个什么山，百花山还是什么山，跑到那儿去啊练那个，他跑那儿去隐姓埋名，他就别人都不知道啊，他自己一个人躲到那儿300年不出来，他不出来干什么呢？他在那儿炼丹搞药，那是道家的东西，对吧？然后他那个徒弟蜈蚣也是个道士，对不对？他练成道士在那也在炼药，对吧？他们搞那个什么这个鸟粪的，把鸟粪炼毒药，对不对？这玩意佛教不讲究这玩意，那都是道教喜欢干这事。也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比兰婆他遭到这个排挤之后啊，他倒向了道教，是吧？你想想，其实佛教的人他已经倒向道教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开始练那个道教那一套，炼丹、炼药、炼这东西的。你从这儿就可以看出，就是道教在佛教的地盘也在渗透，对吧？按道理这地方应该都是佛教领地，你知道吗？你道教也是水泼不进，针插不进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看那个失意的那个，对吧？仕途不顺的这个比兰婆改练道教，这肯定是被这个太上老君这些人蛊惑的，你知道吧？是吧？你再跟着如来后面混，已经边缘化了，靠边站了，有啥意思啊？不如对吧？练药，在这儿玩道家的这种啊！你看过了狮驼岭，比丘国就派了一个道士去，对吧？他这路去也是练药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他这个越练越邪性，你知道吧？拿小孩的心去练药，对吧？我认为啊，这个就是道教，就是去在佛教的地盘插一根钉子，然后就是恶心他，对吧？在那儿胡作非为，结果一看孙悟空真下手，这个南极仙翁再不出来，他的坐骑就可能被整死了，是吧？因为他那坐骑还是跟太上老君那差点，是吧？太上老君骑牛筋，人家有法宝，对不对？你那玩意儿他没法宝，是吧？就他那个道行，估计打不过孙悟空啊，经不住孙悟空和猪八戒两人轮番进攻啊。所以说这个南极仙翁赶紧出来啊，保他一下。就说白了就是这一期啊，我认为就是佛教和道教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对吧？你在向我这儿扩张，我在向你那儿渗透。我看看啊，就这一期就比较简单，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。仙翁给点装备，他也不是仙翁不行，你知道吧？仙翁的级别太低，你别看那是仙翁啊，因为猪八戒都不拿他当回事，你知道吧？猪八戒老去捏他那个头，你知道吧？就猪八戒不拿他当回事，你说他级别高到哪去？见到这个镇元子这毕恭毕敬的叫师叔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仙翁的级别低，你知道吧？他那能力也一般吧，是吧？他纯粹是站着跟孙悟空有点交情。孙悟空当年把那个五庄观那个人参果树啊给打倒了之后啊，他第一个求助的就是这个南极仙翁嘛，所以南极仙翁觉得，对吧？孙悟空还挺给他面子的，挺认他的，所以说迈着老脸啊出来。哦，不对，原著里面写孙悟空称大哥，在那个南极仙翁面前啊，孙悟空称大哥，不是称大哥啊，他称那个南极仙翁是叫什么小辈啊？原著里就这么写的。南极仙翁是孙悟空的晚辈，因为孙悟空跟真元子是兄弟，南极仙翁是真元子的晚辈，说南极仙翁自己说的，所以南极仙翁见到孙悟空得叫声叔。
猴叔，你知道吧？对，他叫孙悟空叫猴叔，不是叫猴哥，你知道吧？叫猴叔。仙翁没有后代，仙翁的后代就是道教嘛，这就是道教，就是相当于他仙翁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相当于这个太乙金仙，他算太乙金仙，他有编制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就是那个蟠桃盛会啊，也会叫他去很多这个大会啊，重大会议，规格很高的会议，他们都可以去的，就是他是有编制的，但是他又不是核心人物，就是他连保障房都没有，对吧？天庭那些房子都没他的份，各种府，他住不下，把他们就在。对吧？在什么东海啊什么地方搞一块地方，让他们住那儿啊？就他在天庭分房子分不到，他是有编制，知道吗？是的，就这个啊，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就是这样的啊。八戒级别，八戒是天蓬元帅啊，那是在天庭是有府的，对吧？他有将军，他是天蓬元帅啊，他跟那个什么九天大魔祖师啊。猪八戒跟他是平级的，我跟你说吧，九天大魔祖师啊，应该是归那个叫什么真武大帝管。应该是这样的啊，就是猪八戒天蓬元帅的时候，他应该是跟那个九天大魔祖师俩人都是真武大帝的手下。肉头佬，对，肉头佬，他们在天庭有府地啊，有房子。好，唐书讲西游，受益匪浅。以前全看猴子和热闹，也有酷，那当然了，天蓬元帅，沙僧人家也是卷帘大将，对不对？所以南极仙翁见到猪八戒跟他开得起玩笑，你知道吧？因为猪八戒级别比他高，所以老拿他开玩笑，他开得着。怪不得老头这关简单，原来级别不会，说太对了，就是所以这个关比较简单，但是那意思就是说道教啊，随便派一个一般人就能整到你这个佛教的核心圈里面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大家知道道教的核心圈在哪儿吗？道教的核心圈，佛教不在那个灵隐，就那个什么灵山大灵隐寺嘛，灵山对不对？大灵隐寺就是道教主庭，就是道教《西游记》中道教的主庭。虽然说这个老君是住在33中天啊，但是道教主庭他是在这个叫什么伏虎山，知道吧？猪八戒和后羿是一个人吗？这《西游记》好吗？咱们说的《西游记》好吗？你这种疗法，那就是跟那关公和秦琼两人谁厉害一点，无聊的很，知道吧？无聊的很啊！咱们聊的就是《西游记》好吗？《西游记》里面有啥就说啥，不是聊《山海经》，也不是聊什么《封神榜》啊。《封神榜》这个书比《西游记》要晚，你知道吧？晚100年多少年？就是《封神榜》比《西游记》要晚，所以好多人把《封神榜》跟《西游记》聊，瞎聊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聊《西游记》就完。原著啊，猴子大闹天宫，那猪八戒也大闹过天宫，知道吧？猪八戒也大闹过天宫。但是相当于他就没有直接写，他一笔带过，而且猪八戒大闹天宫还没受到惩罚，那就说明他后台更硬，知道吧？听明白吗？就是猪八戒大闹天宫没有受到惩罚，后台更硬啊。猴子大闹天宫被这个如来给镇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为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，太上老君要保他，对吧？要污点证人，对吧？这人不能死，所以给他赋能，金刚不坏之身，就是你想杀他杀不了了，这人死不了了。为什么老君要保他呢？就是他要洗刷罪名。就老君说，我背不起这锅黑锅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操，上一次他妈猪八戒闹了，这黑锅背了，你知道吧？皇帝玉帝吃了个瘪，玉帝面子挂不住，但是玉帝没办法，对吧？你事情不能干第二回，这回有人如法炮制，就又学上一次，妈搞个猴子出来，上一次是个猪嘛，这次搞个猴子来又来整，那玉帝认为这还是你太上老君搞的，对吧？你干了坏事，所以太上老君一看，我操，这他妈背黑锅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不行，对吧？上一次是猪八戒，这回对吧？这可不是我们道教的人呢，所以但是他也不能说明白，对吧？那他就把他保一下吧，别让他死了，总有一天会把他说清楚，是吧？总有一天会把他说清楚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就是观音菩萨要拿瓶砸那个孙悟空的时候，老君把他挡住了。我用这个金刚镯，而且砸的力度正好，那个力度正好，就砸孙悟空就一砸的一晕，哎，被拿住了，没有砸成脑震荡，也没有砸成重伤，知道吧？这说明人家力度拿捏的正好，你稍微用点劲，那不脑袋砸碎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保护。那么观音那个瓶砸下去了得啊，五湖四海的水在那个瓶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老君立马把他拦住，我来。老君说的理由特别牵强，知道吧？老君说理由，你知道说啥吗？说那孙悟空那玩意，对吧？那他那个棍子乱舞，到时候把你的瓶打破了怎么办？观音一愣，对吧？而我这个是金刚，打不坏。我这个金刚镯打不坏啊！当年骑着牛出关画虎的时候，就靠它，妖魔鬼怪都怕它。观音一想，我操，你这他妈的，你这玩意他妈的撒谎都不带，对吧？不带打草稿的。我操，我这瓶子扔下去怎么就打破了呢？对吧？观音那是玉净瓶打得破吗？是不是啊？
是不是啊？这太牵强了，是吧？这孙悟空那棒子能把他瓶打破吗？打不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但是他这理由又挺合适，是吧？那观音菩萨不好意思跟他抢啊。本来观音是去要灭口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观音去是要灭口，这是替如来干脏活的，你知道吧？把这猴子给灭了，灭了不就死无对证了吗？是这样的吧？结果老君给挡住了，对吧？啊，你像灭口不行，明白吗？所以说把他救了，完了之后立马到炉子里面烧啊，烧了49天了。如来把那个孙悟空给他抓住之后，把他压到那个五指山下。按照原著的说法啊，按照原著那一堆诗里面写的，那如来应该是寂灭了。他那里面，他诗里面有啊，如来发出舍利的光，完了之后42道光，有42道光啊，白光白红那种。那个按照那个描写啊，应该是如来就如来灭了这个，把那个孙悟空压到山下之后，然后他那个咒嘛，我把你哄了，一贴完了之后，那个本来他回去疗伤，你知道吧？回去赶紧要打坐，要吃补药，你知道吧？结果玉帝不让走啊，玉帝留下搞那个安天大会，对吧？就把所有的神仙叫来庆祝一下，开个 party， 结果如来给耽误了。本来他应该回去马上就要朝夕，对不对？就要去上，结果玉帝把他留住了，留住之后他在那又是喝酒又是啥的，对不对？你想那么多神仙，一个人敬一杯，搞得多晚。所以等他回到灵山之后，他就把所有的菩萨叫来寂灭，他就寂灭了，扛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？发出42道红。那个叫那个光，偏舍利之光啊，舍利是什么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也就是说，如来的真身是在那一次完了，已经就是为了镇压猴子，如来的真身在那时候已经完了。说佛教讲一个真身，他后面再是如来那个样子，那也肉身已经完了，你知道吧？如来嘎了，对，就这意思，如来嘎了，真的是寂灭，他真是。你看那个原著里面，他是那诗一大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咱们也不愿意去记那玩意儿，是吧？你去看，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佛寂灭了。所以说如来不容易啊，也不容易。你为了收拾这个孙悟空，是吧？不至于猴子不是中等战略水平吗？他不是，主要猴子把他金刚不坏之身给毁了嘛，他不就是尿了吗？他也洁癖，你不知道吗？是吧？如来手上尿了尿，知道吧？如来对吧？这个被玉帝下药了，不是被孙悟空不在那尿了一泡尿吗？把如来给污染了，知道吧？把如来给污染了的，这个元气大伤，知道吧？哎，如来自己说了，他的那个孔雀肚子的时候啊，孔雀不是把他吸到肚子里面去了吗？他吸到肚子，他刚练成那个金刚不坏之身，那丈二金就什么丈六之身啊，被那个孔雀把他吸到肚子之后，他不能从孔雀肛门里出来，那他的金身就被毁了，你知道吧？也受污染就不能用了，你知道吧？毁了，所以他从孔雀是剖背场，你知道吧？他不是剖腹场，从孔雀背上开了个口子出来的，为啥？就不能被污染，不能被粪便污染。那你说猴子在他手上尿了尿，你说这不就是完蛋了吗？懂了吧？断手求生，断手来不及了，你知道吧？断手来不及，你知道吧？对，被猴子尿过精神，就这意思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他没有直接说如来如来就死了，但是他那个一首诗里面好长，你知道吧？如来就是寂灭了。老君给猴子打造金刚之体，对付如来。对，他倒不一定是对付如来，他反正他得让他这个人叫污点证人呢，你得留下，对不对？你要把他灭了，那咋办？